农历新年发红包的习俗，是华人社会极具代表性的文化传统之一，其历史悠久，涵盖了丰富的民间信仰、社会伦理与家庭价值观。这一习俗不仅与财富、吉祥、祝福等概念紧密联系，更蕴含着人们对新年的期盼与祝愿。无论是在中国大陆、香港、台湾、新加坡、马来西亚，甚至是有华人社区的欧美国家，每当农历新年来临，发红包便成为不可或缺的庆祝活动之一。关于农历新年发红包的起源，最广为流传的说法与民间神话故事有关。在古代中国，人们相信每逢除夕之夜，一种名为祟的妖怪会出没，专门骚扰孩童，让他们发烧生病，甚至惊吓过度而大哭不止。为了驱赶祟，父母会在孩子的枕头旁放置几枚铜钱，据说这些钱具有辟邪的作用，能够保护孩子免受侵害。这些铜钱后来被称为压岁钱，寓意着压住岁与岁，让孩子能够平安度过新的一年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压岁钱的形式逐渐演变，最终发展成了用红色纸包装的钱币，并成为今日我们熟悉的红包。红色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，被视为吉祥、喜庆、驱邪的颜色，因此红包通常以红色为主，代表好运与祝福。红包的金额根据不同地方的习俗而有所不同，但通常以双数为佳，因为双数在中国文化中象征着成双成对、好事成双。相反，单数的金额，特别是4这个数字，由于与4谐音，因此较少被使用。此外，有些地方的习俗认为数字8寓意发财，又象征顺利，因此这些数字的金额较受青睐。例如，许多长辈会给晚辈红包时选择金额，如88元、168元或666元，寓意发，一路发，雨顺顺顺。红包的发放对象通常是晚辈未婚人士或某些特定人群，在传统上，已婚者会向未婚的年轻人发放红包，这象征着对他们未来幸福与顺利的祝愿。此外，长辈会给予晚辈红包，这不仅仅是物质上的馈赠，更是一种祝福，希望孩子能够健康成长，学业或事业顺利。在职场上，老板会在新年时给予员工红包，称为开工利是，象征着新的一年工作顺利，公司业务兴隆。在某些地方，甚至有司机、保姆、邮差等服务行业的工作者也会收到红包，作为感谢他们一年辛勤付出的心意。然而，发红包的习俗也有一些禁忌需要注意。首先，红包的数额不宜过少或过多，过少可能被视为吝啬，过多则可能让收受者感到压力。其次，发红包时通常会以双手递给对方，这是基本的礼仪，也表示尊重。接受红包时，也应以双手接过，并说吉祥话，以示感谢，如恭喜发财、万事如意、龙马精神等。拆红包的时机亦有讲究，一般来说，不宜当场打开，这可能被视为不礼貌，应该在私下打开，以示尊重。此外，红包内的钞票应该是新钞，因为新钞代表新的开始，旧钞或破损的钞票可能被视为不吉利。红包的数额选择也要避免某些不吉利的数字，如4音与4谐音，往往不受欢迎，而7则被认为与祭祀有关，在某些地方亦被视为不吉祥的数字。此外，红包时不宜在新年期间讨论钱财问题，例如询问对方红包的数额，或对比不同家庭给的红包数量，这样可能会引起尴尬，甚至破坏和谐。随着社会的变迁与科技的发展，近年来红包的形式也发生了变化，除了传统的实体红包外，数字红包的出现改变了这一习俗的表现方式。微信、支付宝等电子支付平台推出的电子红包迅速流行起来，尤其受到年轻人的喜爱。电子红包不仅便捷，还带来了新的社交娱乐方式，例如抢红包活动，在群组内随机分发红包，增添了新年的热闹氛围。然而，尽管电子红包日益流行，传统的实体红包依然占据重要地位，特别是在家庭聚会中，长辈们仍然更倾向于亲手将红包递给晚辈，以表达祝福与关怀。此外，红包文化在不同地区的华人社群中也有所差异。例如在广东、香港，发红包又称为派利是，当地人讲究逢喜事必派利是，因此不仅在农历新年、结婚、生子、开张等场合也会发红包。而在台湾，则有开工红包的习俗，象征着新的一年财运亨通、事业顺遂。在东南亚华人社区，如新加坡与马来西亚，红包习俗与中国大致相同，但当地融合了不同民族文化，使得习俗更具多元色彩。例如，有些马来西亚华人会在开斋节时也发红包，
形成了特有的文化融合现象。农历新年发红包的习俗，不仅是一种物质上的馈赠，更是一种文化传承与情感交流的方式。透过红包，人们表达对亲友的祝福，加强家庭与社会的凝聚力。这种传统即使历经时代变迁，仍然深深植根于华人文化之中。随着时代的变化，红包的形式与发放方式可能会不断演变，但其象征的祝福与传统价值仍然历久弥新，持续影响着每一代人。